是楚江的那个大学同学，然后我再把他，然后今天就是我应该会分享我可能从2017到2022，就是研究所这段期间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的分享可能是浓缩版的论文架构，然后首先就是念赴美组，然后这边是我的网站，这边是作品集，然后等一下不会放太多图片，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把它点开来看。然后再来就是中国展览，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所以应该是可以跳过。然后就是我作品主要其实是在画画，然后那个画画比较像是画草图，就是线条的这种，就也不是绘画，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怎么说，做点东西，但又不是像大家会拿媒材去做雕刻、雕塑，或是真的做出空间装置，所以我就是会蛮散的，会蛮不集中，然后在主题上也是，然后所以这个概要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太松散的人，所以就会喜欢一些松散的东西，像是日记或是便条纸、便签，很短的句子，所以我的作品就是在尝试把这些琐碎的东西集合起来，然后让它有一个可以成立的结构，然后让这些东西用一个散装的方式装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目前散装方法我找到相关的概念可能是散文，就是那个英文的 essay 或是清单或是桌面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可以平放，然后里面的内容是跳跃都没有关系，它都可以成立的这样的算是形式吧。然后我主要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东西太松散，所以那些松散的东西，或是说画的草图会常常被问那样东西到底要不要，就是那样草图的东西是不是作品？当然其实可以说它是，但是我会觉得它要说服别人会有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太站不住脚，所以我就一直被这件事困扰着，就是我的作品要怎么样才算是完成。然后下面这些就是我对我的做东西的状态去分出来的一个算结构图吧。然后主要就是想处理说我怎么样可以轻松愉快的在生活中做作品，但又做出来的作品又可以被随便的方式进行讨论，就它不是我随便说了算这样子。所以它这个主要就是我要讲嘛，但主要就是处理我的作品怎么样算是完成，然后它的完成度到什么样的情形。然后第一种就是带着艺术意识去做东西的话，那它做出来的东西应该会是有形式，然后可能有某种诗意，然后它有某种完整度，然后最后它可能可以被分类为是艺术作品或是素描。然后第二种就是艺术意识有点弱，然后它东西有做完，然后这个东西我就把它归类在可能比较像是一些琐碎日记那类的东东，然后没做完的那个就是很可能没有带着艺术意识，然后它很可能也没有完整度，然后它同时可能没办法被什么感知到，然后它就是一些更日常，比较像日常储备仓库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这样，所以我的问题主要就是在处理怎么样可以保持作品的未完成状态，不管是它的
内容上是一个太日常的东西，或者形式上太散落，就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可以被一般的观众直观的理解，或者他也可以被用学院的方法讨论这样。然后下面这个就是算是比较刚刚那些综合起来的疑问句，就是有没有一种的艺术状态，它就叫做未完成，或是那个未完成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艺术作品的完成状态？然后这大概就是我的疑问，但我也没有特别把它解决掉。然后这边就是介绍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东西，然后自己跑掉了。主要就是上面那个栏栏就是作品名称，然后创作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几年的东西分成2类，第一种是它是关于光线跟空间装置，还有一些不同元素或者不同物件的组件，然后从草图，应该说从空间，所以去逆推画出草图，然后逆推它作品要长什么样子的一个，就是在画画的人基于一个平面思维的人，怎么在一个空间做作品的会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下面这一堆就是比较从文字或是生活感知去把它想出来的一些作品，然后可以描述一下第一题。它没有滑鼠，对不对？它就是最左边那个上面那个是我在一个空间里面做了，应该说对同一个主题做了3种形式的产出，就是对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镜子，然后它镜子放了4片，中间有一个荧光棒做出的1/4圆，然后放4个，所以它看起来在每个镜子里面都会是一个圆圈。然后我对那个形式做了它的装置版本，然后还有它的绘画版本，跟它的草图版本，跟它的投影的比较像电绘的版本。然后反正那个展里面就是为什么要对同一个主题或是内容做3种形式的呈现。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画了大概是黄素描1叠，然后里面的内容是我在想象我未来要做一个装置，然后那个装置有一些像栏杆的东西，它中间放了1叠黄素描纸或是几张黄素描纸。然后，但是那个黄素描纸就是大家在展场会看到，现在出现在地上的这些黄素描纸，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未来装置的草图，或者说他们本身现在就是一种作品，只是那个作品的内容是某种东西的草图，这样就是借由我的某种对创作进程有一个时间性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有某种贴近未来的东西，但它时间线上有一个可以想象的状态。然后第3个就是一些会动跟不会动的电脑绘图，然后它们就被打在空间里面。有一些就是类似有点搞笑的电子书法，总之它就是电绘跟写字。但那个写字的状态又跟我在画这些图的图像的状态很像，所以那个字本身其实蛮被当作图像处理的。然后最右边上面那个是我第一次把我的笔记本草图拿去用投影的方式展出，因为通常我会把它放在展场，就这样摆着一本一本，但那个感觉就更像文件。但是这次就是以一个投影的状态去展那些草图，所以让那些草图，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换了形式之后，它似乎就是很合理的，就是它就是个投影作品，这样就是一个影片，或是就是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个草图里面的内容就是稍微有1、2件被实践在现场。其中一个是一张纸跟一块砖头，
然后他们就这样放着，很像纸片跟那个书的厚度。这个是一挂在墙上的卫生纸表框，然后那个卫生纸就是擦过眼泪之后，它那个卫生纸的本人的结构会陷下去，然后它又干掉，所以就有点皱皱的。然后其他2件是一个翻译的 Google 小书跟它的原作，就是用 Google 的相机翻译去翻一本捷克文的旅游纪念书，然后就把它印出来变成中文版这样。然后最右边那个是一个录像，就是右边最下面那一件。主要下面这一批的话，最左边那个是很早以前做的一个尝试，它就是画了一个自画像，在自画像上用那个紫外线笔画了那个人物的脸孔，然后那人物的脸孔要在你拿出紫外线灯的时候才会被发现，才这样照才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会动的动画加上一些文字的一个随意的版本。第3个是一个我觉得蛮搞笑的东西，它是我网站的一部分，然后它的内容就是一些很像日记的东西，但重点就是大家要把它反白才看得到。它就有点像是小时候有一个游戏叫建成游戏，就是它就是2队，应该说是2个人在玩，然后他就是在猜对方的船舰放在哪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炸那个地图上的某些点，然后让那些船舰你看有没有着火，然后这个反白的过程就类似这个状态。然后最右边那件事，它是就是 Instagram 它有那个关于脸的 APP， 它就是让你的脸周围在你的脸周遭加一些花圈或者什么的，然后就用那个程式就用那个软体，总之我就拿它去扫一些类似艺术史像大家的画或是雕像，然后看那个脸会不会被辨认为它是人脸，然后可以被加那个花。然后那时候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画了一个就是这个平面版的插图版的我自己的自画像，然后我希望它可以被那个APP 侦测到，然后变成真人，然后可以加那个花。但我就发现它侦测不到，然后我就在测哪些图像可以被侦测到，哪些不行。然后总之测完一轮之后，就发现只要我的那个图稍微加一点阴影，就是用一些酒精美笔，让那个脸稍微有一点稍微的立体感，它其实就可以被侦测到。所以这整篇很像散文、电影的小短片，大概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就是我的作品，它如果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其中一种就是从展场立推，另外一种就是把东西跟一些琐碎的事情加总在一起。然后其实主要而言，我创作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画草图，还有进行想象。然后就是我的主要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在找材料或是对材料进行工作，而是一种很凭借脑袋的状态。然后这个是我对大家做作品的创作逻辑的一种区分。左边这种是就是它有一个关注的主题 A， 然后它线性而有脉络的延伸这个主题 A， 然后去做出它的主题 ABCD 这样。然后另外一种右边的这种也很像，但它是做了很多 ABCD， 后来发现这些东西都跟某个主题有关，但是那个主题又很难被描述。所以我觉得这2种差别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是他关注的主题非常明确，可以被说明。第2种这种右边这种就是他关注的主题很难被说明，很难被描述。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接近右边这种，就是他们做右边这种就是他做出来的作品 ABCD， 它本身是互相平行的，他们没有串联的部分，尽管他们都跟某个东西有关。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介绍一下比较近期的那个展览在处理作品元素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然后我的那个状态就比较像第2种，就是我做了一堆作品，然后都跟
这个示意图啊，这个就是展场的底眼，但比较搞笑的就是它的底眼这两面，它其实就是那个库卡大小，是左边背面跟正面这样。然后它有一面就是展场图，然后就会看到，应该说它很接近展场的平面配置，只是去到现场又会有个真的展场图配置的图，然后我就会设想观众可以拿这张展卡去对那个展场的作品，但他就会发现有些对得到，有些对不到。然后这是另外一面墙，就是有些是草图，然后分别会对应3件算是实体上做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个是跟上面那2张摄影是一起的。这个是一个灯光的花，这是一个握手的手模。这个是一个关于停车场灯光的形状，然后这个是我去拍2张肖像，然后一张是算是块面的正面曝光，一张是背光，但是只有线条是逆光的亮面，就是应该是说它的线条，因为它轮廓是在那个亮亮的线上。然后这边左边这张是我想象它跟摄影的闪光，应该说它那个灯光展灯的持续，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一种持续的闪光，就是那个闪光灯闪的就不见，但这个是一个比较很久的闪光灯版本。右边那个是快门线，然后那个快门线作品其实就是2张照片，一张是按下去，一张是放开快门线。然后它的问题就是在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拍你按下快门线的样子的照片的话，那你其实永远只能拍得到你按下去那一张，拍不到你放开那一张。但这个作品里就是展了2张，说你也可以看到放开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借来的作品，就是我跟朋友借的作品，它就是2张跟光有关的摄影。这个是刚刚那2张肖像的草稿，就是它的我的绘画，应该说我的草图版本。这个是我借来的停车场的摄影的作品。这个是那个握手翻模的草图。然后这个是展场导引，就是它会依据现场真正的地图，然后有一些 ABCD， 它的1、2、3、4会基本上对着每一件作品这样，然后顺下去会多出2、3件。然后这个是我展览作品的构成，就它似乎是一些草图跟文字，包含文字导引跟一些现实中有出现的物件，然后它们被装在这个展场里面。然后对我来讲，我在思考作品的时候，似乎主要是在处理几个东西。第一个是物质，就是当然就是各种元素，但就是那个物质层面的。另外一个是概念，但也是各种元素，但是它主要概念被分成2个，一个是图像跟文字。所以对我来讲，那些在展场里面要被阅读的东西，其实就是物质跟文字还有图像。然后刚那个就是作品的部分，这边是有一些作品之外的部分，就包含一些展台跟框，还有空间动线这些东东。然后对我来说，那个作品成立的条件有3种。第一种是那个作品花费了极大量的手工时间。第2种是那个作品它很依靠它使用的媒材，也就是说它的媒材可能就是占作品比重的很大一部分。第3种是那个作品的想法或概念极度的强大。然后对我来讲，我的作品就是没有办法用第1种去做，就是我没有那个手工的时间，我办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既松散又悠闲的人。然后，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材料跟想法跟概念这2者加在一起，然后它甚至可以很廉价，因为前面的手工时间加上材料那个都
之类的，其实也耗费了很多金钱。所以我的问题就是那些自己毫无耐心又没有钱的人要怎么做作品呢？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把那3种元素装在一起进行某种拼凑，然后那个拼凑的方法，我觉得有某种结构，然后那个散装这些拼凑东西的方法，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蛮手工感的事情。就是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手工感好像，不一定是很花时间进行一些真正的手工。就是对我来讲，那个手工感是我在做这些想象，还有结构这些元素的这样的事情。但这件事情确实花时间，但在展场你看不太出来有任何手痕。然后，因为它是在脑袋里，所以也不是一个实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似乎是在对这些概念的拼凑进行加工跟手工。对，然后对我来讲，这就是作品所需要的手工感，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简单说，就是为了让这些想象的事情可以有一个实体的产出，就是可以被大家辨认说，哦，你有在想象，你有在进行想象这样的工作。因为通常想象这件事情是在大家做作品之前的那个阶段，然后那个阶段通常会被大家略过，或是被大家就是一定会再做出别的东西，所以那个前面那个东西，那个过程都会被比较像被省略掉，或是大家不会特别去关注它。但我很喜欢那个状态，所以我的所有尝试都是在让那个想象的状态可以被看到，或者可以被成立，或是可以反正总之让大家知道我在进行这些工作。所以反正想象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际上的工作。然后右边这个分隔线就是我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去有办法解释的部分。然后小节就是这些散装的东西可以被结构起来，主要是从我的内在逻辑，就是我去做一些跟光有关，或是跟拍照有关的事情。它其实算是一个跟朋友的纪念，那个活动的纪念品，就是请他帮我一起做东西这样。然后，所以这个展览如果可以阅读的话，第一种是用我的逻辑去阅读，第二种是它跟摄影还有如何描绘记忆的轮廓相关，所以可能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解读这样。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展览的东西，他们蛮后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元素之间其实对我来讲是有对应的，他们在位置上或者是在内容上其实是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作品做出来的完整度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它只要有个产出，这件事情似乎就合理了这样。所以这个分享大概就是到这边，谢谢大家。